各位评审，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也非常的珍惜我们有能够机会一起就是学习，这样的一些就是培养说话跟听力、写作等等的一些中文的能力上的一个，这个都是一些大家的共同协助的努力的结果嘛。所以我非常的谢谢，尤其是感谢老师。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秋季苦路果儿果巴，当年人里门大娃所软的吧，也秋季苦路果儿果巴是呢，就传法论。那两个里面的话就是那个，你看，哎呀，全转法论，或者还有两个，一个，反正现在我们讲那个全转法论，就是这个部分，对不对？全起。全起。可是这里都可以，几个页。那全气法论嘛，对不对？那其实全气法论的原来就是全气法论是，其实这里有讲到一些以前佛陀传法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故事。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佛陀已经涅槃了，传法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这个都是变成一个我们一些会议当中的一个历史的记录。那为什么还是需要传法呢？这个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如果我今天在一个当场，在上师的面前请法的时候，我们会念那个请法记那个的一个寄送。那个时候上师已经不是答应了吗？我们现在不是在聚在一起吗？他是为什么要念这个寄送？其实它的道理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常常修那个任何的信教跟密教共同的一些法门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听到那个七支供养这个说法。那这个是因为刚刚给希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得到二神的佛果，法身跟四身的佛果。那二神就是法身跟四身的佛果的根源或者因，最根本的因是什么呢？当然是二资量。二资量当中，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实实在在的是什么呢？当然也是我们的唯一的，我们要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这两个部分。我为什么讲我们要负责？我们是初学者，我们是凡夫人。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到那个智慧质量这么高的一个境界的修持，所以我们要做福德质量。当然，福德质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非常的广泛的、深深的都有。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非常的特别，所以他所有的修持或者我们那个立体质量的方式，都浓缩出来。最后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略说的，就是讲到这个浓缩出来的，就是这七支供养里面。那七支供养里面，那剩下来的刚刚就是我们那个传法论的那个亲传法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因为刚刚我们也好像曾经讲过，我们的轮回的所有我们现在轮回的根源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呢？无明是智慧的相反，是不知道、不清楚、完全的昏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无明。那无明，我们要寻找无明的相反的一个原始的这个，就是真面目的话呢，我们现在要重新要一个反省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了，可是很多人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讲出来，那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讲出来，那这个叫做法。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法。所以像现在非常严重，需要急救的一个病人，那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医生或者医疗，对不对？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人会当中是最残忍、最就是痛苦的一个病人，所以我们要急救。所以呢，就是法是对所有的有情众生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法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为了这样的需要，如果你看你今天看到路边撞车然后车祸的关系快要死掉了一个人的话呢，你马上打个电话，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救人急救人员，就是救护车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有情众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该做，所以那个时候你马上打电话给佛菩萨说，请你开始，请你就是赐予那个解脱的方式，就是这个叫做那个请求那个转法，那这个不是很重要吗？这个就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羞耻，不是他今天传不传，今天他会不会来到这个现场，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意义跟力度并不在于外面的，所以主要是你自己的一些方式。OK。